新北天狗节群聚案扩大，昨家两地拢住新北中和，伊嘛拢去过三界庙甲天山公园。目前这个群聚案拢总有8例，社区体检145个人，有6个人快筛阳性，这检体已经送去疾管署确诊。环保局人员伫大街小巷无用喷药消毒，将环境组成员来清除。因为新北市天狗节群聚搁扩大，预估增加2例本土天狗节病例，是中和区51岁男性甲71岁男性。检测期间也有高风险场所三界庙甲天山公园活动处。市府24日已将中和区景兴公园、三界庙至新店区天山公园之环山步道列为管制区域，限制人员进入。根据统计，新北市中和区已经有4例天狗节的病例，新店区3例，加上进前也有中和区活动处确诊的花莲县个案1例，或这个本土天狗节的群聚增加到8人，因为还有6人伫社区体检站快筛阳性。检体已经送到中央疾管署进行确诊。医师提醒，老人甲慢性病老大人，若过去8月过天狗节，佮感染其他的性别，出现天狗节、出血节的风险会增加3成以上。他之前感染过第1型，那这一次感染的是第2型的话，他的重症的这种可能性至少有增加3成以上，所以这种登革出血热的机会就相对的多一些，比较多。医师表示，北部天狗节大病蚊仔主要是白线斑蚊为主，生态场地是室外定立密伫树林、草丛这所在。卫生局也呼吁民众，最近一直拢落雨，会增加带病蚊仔滋生，一定要做好巡逻清理这工作。若出现发烧、头壳痛、早爆这症状，要赶紧去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